新闻的强调，今日手路菜是要带大家看无同的手路功夫。台湾伴手礼百款满满是，其中一款上较有代表性的，就是旺来酥，也有糕饼。农委会头一届办乌豆旺来烘饼伴手礼创意比赛，分做乌豆组，也有旺来组，拢总有59队来报名。导业者甲传统的糕饼做各种菜色造型，互评审学了解得知。另外，有业者甲旺来酥掺各种在地食材，外形看起来真有路，落尾摕到旺来酥的冠军。一块焦色底啊，不过做甲真有路，食的不是细粒的鸡卵糕，是台湾的名产旺来酥。业者唔有上基本的旺来鸭，佮有加油啊、酸啊、甲盐酸啊等等台南的在地食材，打造新的滋味出来。莫怪会摕到农委会办的伴手礼创意比赛旺来酥的冠军。我放了金箔，放了苦甜巧克力，是因为它都是爱情的元素。另外一间摕到乌豆做冠军的产品，更加特别，把菜市啊当作主题，将传统的汉饼捏做蚵仔，贩卖者会伫菜市啊真接看菜色轨迹的造型，内底鸭是用乌豆来做的豆沙，食点心阁会当欣赏到业者的创意。核豆口感里面就是，里面有黑豆馅，包括那个咸蛋黄，咸蛋黄里面本身我有加一个。那个柚子丁会让它吃起来不会有那个腥味。今天委员所肯定的产品，我们都会帮他媒合到，比如说在航空公司，或者是在免税店，国际的游客能够很轻松、很简单，在回国之前能够买到台湾这么优质的伴手礼。农委会头一届办乌豆旺来伴手礼创意比赛，就剩59个队伍报名参加。借这个活动，鼓励业者加用在地食材，唔来当帮助国内的农产品，嘛，后来台湾佚佗的外国旅客会当食到上有台湾味的伴手礼。记者综合报道。